好多人都會問我，如果我有心理盲區嘅話，我應該點樣改啊？但其實療癒嘅第一步唔係改變，而係看見。因為盲區之所以係盲區，就係因為你一直覺得我咁樣好正常嘅噃。你習慣先理解其他人，習慣壓低自己嘅情緒，習慣自己一個撐。久而久之，呢啲反應變成自動，你甚至乎唔會再懷疑。所以如果你想慢慢走出盲區，可以先做一件好簡單嘅事情，開始對自己嘅反應有好奇。當事情發生，唔好急住解釋，亦都唔好急住合理化。你可以先停一停，問自己：我依家其實係乜嘢感覺呢？唔係應該點樣，唔係邊個對邊個錯，只係單純地感受。第二步，你可以開始留意一件事，乜嘢嘅情景會令到你特別有反應啊？例如一被忽略就好在意啦，一有距離感咧就好不安，一有衝突咧就想退讓。呢啲特別強嘅反應，好多時只係一個入口，唔係問題，而係線索。第三步，慢慢練習一件事，唔好立即做翻以前嘅反應。當你想討好啦，你可以停一停；當你想抑壓，你可以先感受一下；當你想逃避，你可以先問自己一句：我真係需要退讓咩？咁樣唔係令到你變另一個人，而係令到你多一點選擇。真正嘅療癒唔係將自己變得完美，而係慢慢從自動反應變成有意識地生活。如果你都想開始睇見自己多一啲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一個種子。